你知道什么叫造型，什么叫时尚吗？你这个一身打扮出来，实在是 out 啦！不跟你贫，等你这臭和尚快死的时候，本洞主自会现身，让你欣赏个够。哎呀，那其实呢，我认识一个蛮好的整形大夫，哎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啊？和尚，不是夸下海口，要在龙虎山独占八魔。现在这八魔全都找齐了，怎么你带了这么多人手来做帮手？不怕有失身份吗？不，是你说要来算账的，这些全都是债主啊！今天就是要来向你收账的。你什么你啊？还有你，这只死鸟！何止是死鸟啊，是笨鸟、丑鸟、烂鸟、臭鸟！就是因为你，害我们回不了天庭，要在这个人间里面游荡。这次抓住了你，看我们俩怎么扒光你的毛，让你尝尝冬天不穿衣服的滋味。大婆娘，上次在伏魔殿，你打坏了我的根基，这笔账是时候算一算了。废话少说，有能耐就见真本事吧！哼，就凭你，杀鸡还用宰牛刀吗？你们区几个小妖，有我陈亮就够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上次在灵隐寺里头跟我们打个不分上下，如今我们的嗜血魔功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今天就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是啊，让他们上得了龙虎山，让他们下不得。哎呀，别那么多废话了，都大结局了，不用说，一定是我们这边赢的啦。哎，就打那么2下子，赶紧收工吧！来，好，看我们的嗜血魔功！小兵，我去帮谁啊？陈亮。